今天是2004年2月28号，是藏文开课的第一课。先简单的把那个学藏文的这个为什么要学藏文说一下。这个为什么要学藏文有这么大概3个理由吧。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我们学习佛经呢，最大的一个困难是什么呢？就是对这个佛经经义的理解，怎么让他就是怎么摸到佛的本意？佛本来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他是想表达一个什么意思？主要是对这个，因为佛理非常深奥，就是怎么能够理解的接近一点佛意，这是一个最困难的地方。这个我们现在看的佛经呢，就是汉文的佛经。这个有时候你看着汉文这几个字啊，你是无论如何找不能够确切的意思，因为就这么几个字在这放着，究竟这几个字之间的关系，它是形容词关系，还是那个状语关系，还是补语关系，你怎么都判断不出来，无从判断。这个时候你就没办法了就。但是如果这个时候你会藏文，你把藏文的那个同样的经拿过来，你同样看着这一句话，可能在藏文的表达里头啊，这几个词之间的关系就非常清楚，就根本不用你去猜去，不用你去想去，就很明确就说明白了。所以就是这个上我也刚说了一下，这个翻译的水平决定了这个佛教水平的高低。如果这个翻译的水平差，就是说这个翻译他对这个佛经原来的理解啊，理解的就不是那么正确的话，他不可能把这个佛经的那个正确的意思翻译出来。你学习的人就更摸不到那个正确意思。这个我们看汉文本，等于是一个懂梵文的法师啊，在给我们用汉语讲这个梵文本是什么意思。然后这个你再会一个藏文的，等于是又有一个懂梵文的藏族的一个法师呢，他也在给你讲那个梵文本是什么意思，等于多了一个人给你讲梵文本什么意思。这样的话呢，就是等于有一本经啊，有2个法师给你讲。这样的话，这个法师讲的不清楚的地方，可能那个法师说的非常清楚。那个法师说的不清楚的地方呢，可能这个法师非常清楚。2个版本一合起来，可以解决你相当大的问题。另外还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有一种说法呀，就是这个文字啊不可译，语言不可译，就是不能翻译。就是说一翻译出来的东西，就肯定你跟那个原来的意思差得非常远，你不可能找到原来的感觉。这个是有道理的，就是说你一翻出来，整个语言什么感觉整个都变了，所以呢它不可能就不能翻译。如果要是你会藏文呢，还可以把这方面补充一点。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藏文是公元7世纪的时候，藏王松赞干布派他的5个大臣，以那个村民桑布扎为首，到印度去学习佛学，学习五明，学习梵文。学好了之后呢，仿照梵文造的藏文。所以这个藏文呢，它的这个字母、读音，这个甚至语法各方面跟那个梵文非常相像，脱胎而出。用这个藏文译过来的那个梵文经典呢，有人就说几乎准确到可以你都能对应回去，就是你看了藏文本就能把梵文本这是哪个词儿，这个结构是怎么回事，基本上能对应出来。这样的话呢，这么相像的，就是渊源关系这么亲密的一种语言，现在这个梵文经典已经大部分都丢掉了，你找不到原本，你找到那个藏文本了，你可以从中体会到这个梵文原本的那个意思，很多意思非常很多很微妙的那种关系，你在藏文里头能够体会到，你就能够体会到梵文的意思。这样呢，你对就是佛经的原意的理解你会有一种根本你就是说，如果你光会汉文的话，你根本体会不到的境界。就好像说你到印度去生活过的人，你再读佛经，你跟只在汉地生活过的人绝对不一样。
你的那个包括佛的一言一行一种举动，你如果理解印度的那个生活习惯、那个气候、那种民族风情，你一看那个佛经，你会有一种这个就是理解的比较准确一种体会。所以呢，学会藏文还可以弥补这一方面，就是说你可以体会到这个梵文原本的一些这个你汉文里头根本体会不到的东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好处呢，就是说我们大乘佛教现在世界上呢，这个三套大藏，汉文大藏、藏文大藏、巴利文大藏。巴利文是小乘经典，而且量比较小，它那个主要的部分咱们汉译这个也译过来了。但是这个藏译大藏里头啊，藏译大藏是这个直接从梵文，因为它挨着印度，在印度佛教在13、14世纪这个灭亡的时候啊，印度佛教有一个大规模的转移，就是像这个那兰陀寺，还有一个叫什么岩寺，超岩寺，像这些大寺啊，连这个僧人带经典啊，大规模的往那个藏区转移。就那个时候不是伊斯兰教这个大武力打进来，这个印度教也是这个内外夹攻吧，佛教这个就是要处于衰亡，这个时候大规模往藏区转移，所以藏区现在很多寺庙里头有很多梵文经典，都是压在那儿，甚至压的那个纸啊都揭不开了。这个就是说藏文，然后大规模的翻译，就是把这个那个梵文经典翻译成藏文。藏文大藏啊，一个是翻译的量大，第二个是什么呢？它这个非常全，而且它是咱们中国的大藏，那个汉文大藏呢，从玄奘法师7世纪之后啊，就再没有那么大规模的翻译。这个藏文大藏呢，它一直到印度佛教灭亡，一直到13、14世纪啊，那个大量的过去之后，大量的翻译，就是它里头有很多汉文里头没有的。这个藏文里头呢，也有这个汉文里头也有很多藏文没有的，像那个大毗婆沙论那么有名的论，藏文里头没有，后来是那个法尊法师给又翻成藏文，从汉文翻成藏文。就是说这两个大概互相没有的成这个比例大概各占1/3。现在世界上大乘佛教这两个大藏，如果你现在汉文是可以看到的，如果你要是学会了藏文呢，等于是另外一个宝库就被你打开了。大量汉文里头没有的宝藏你可以看到，这样的话就是佛教这个宝藏啊，你基本上就掌握了这两种语言。这是第二个好处。第三个还有一个小好处，就是有些人可能学藏文呢，就是我要把这个咒念得准确一点。当然说你学了藏文肯定要念得准确一点，但是这个呢不是太大的关系。这个念咒呢主要是看这个你的这个心的清净程度，你的诚心的程度，这个传承的清净跟这个加持力，这个跟这个语言发音的关系不是太大，当然发音准确会好一点。这个咱们学的这个计划是这样，咱们用的这个教材呢是这个民族大学，就是这个民族大学的教材。它这套教材的好处是什么呢？它就是给会汉语的人编的教材，它直接用汉语拼音来拼音，所以我们会汉语的人呢非常方便。这个学习方法上这本书呢这学期学完，这个下学期本来的这个是1学期，那个语法教材是2学期，1年半学完。但是呢，一个是呢，我想一个是加快一点，咱们尽量看大家的进度，尽量加快一点，大家也精进一点。这个第二个呢，那个语法那个书啊，我看了一下，在我们跟这个周老师学的时候啊，他原来油印的教材，他的那个例句啊，全部都是从那个佛经啊什么那些里头引出来的，所以学起来很舒服，就直接就学了这个佛经的那种语句风格单词都就学了。现在他一正式出版呢，他全部又给改成了那个世间语言的那个，我那天才翻了一下，又改成那个。这个古藏语跟现代藏语啊，还是有一定差距的。这个用词汇范围啊，各方面还是有一定差距的。我们学习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学习佛经，所以呢，咱们下学期那个教材用不用，或者是用那个教材管用它的语法还是怎么，咱们到时候再商量。也甚至可以考虑呢，直接用这个经论呐，或者什么，到下学期再说。咱们这一学期呢，先学这本这个拼音教材。
藏语是一种这个拼音文字，而且它这个由于语言新，它7世纪才创立嘛，例外的情况非常少，就是语法呢比较严格，例外的情况比较少，所以比较好掌握，比较好学，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你看到这个，你只要拼音会了，规则会了，你不认识这个字也能够很准确的读出来，这是拼音文字的好处。再一个就是藏文跟其他语言还不一样，藏文呢实际上跟我们汉语的渊源非常深，藏族的祖宗跟我们汉族是一个祖宗，都是黄河流域的，后来他们慢慢迁移到这个青藏高原，慢慢的呢形成了自己这个就是方言吧。他虽然现在用的是拼音文字，但是他那个思维方式啊，他的很多的那个就是各方面的习惯啊，跟我们汉语是一样的，所以读起来很亲切。这是汉藏语系，所以它是一个语系。你比如说世界上只有我们汉语是有4声的，有声调，藏语里头就有4声，就是说实际上是世界上只有藏语跟汉语这2种语言是有4声的。哎，这个再一个呢，就是比较好学的是什么呢？本来学一门语言吧，比较困难的是什么呢？是听，是最困难的。听，然后说、写，这都是比较困难的。这些呢，对于咱们来说都不是我们的重点。我们的重点是读，拿来佛经之后我能读懂。哎，所以呢，那些比较困难的，需要大量时间来这个练习听力什么那些，我们不必要。我们主要就是要读懂。所以呢，读懂呢是很容易的，哎，所以呢，我们学这个藏文呢，就是比较有优势，应该是比较好学的。这个我们再一个就是学的方法呢，我们好多人都学过外语，知道这个就有很多技巧了。在这我就很简单一个就强调一个什么呢？就是说学这个藏语。你就掌握住一个什么呢？多读就行了，哎，就掌握住一个多读。你只要多读，你这个什么背单词啊、找语感呐、这个就是练习反应能力啊，全在里头。多读，在课堂上呢，这个跟读的时候要大声的说出来。你这个发出声来跟不发出声来，那个语感不一样，哎，要大胆的多说，那个多跟着读。然后自己平常呢要多读，发出声来的读。这个我学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是每周讲2次，每个晚上呢讲2个小时。我每次就是什么呢？讲完一课之后，这几天每天呢我就是大概读3-4遍，就把前头的课文，每天读3-4遍，就这样跟着就一直就下来了。哎。所以我们学了之后呢，一定要至少要做到每天都要读，不能有一天不读，不能中断。语言这个东西，就是它好像要靠这个多次熏习，有一个就是突击的那个力量才能够突破，这是一样读。再一个每天都读呢，每天最好要这个读几次。你比如说我今天说我读1个小时，这个效果呢就不如什么呢？我把这1个小时分成3-4次，就是一次读20分钟，一次读1课钟，我读3-4次。虽然时间是一样的，但是效果大不一样。就是你尽量就是分散开，多读，多分段读。方法上就强调这么一点。另外不要把藏语叫成外语，这个我们藏族同胞非常不满意。我们是中文，这个是56个民族的语言都是中文，说你这个中文系应该里头有藏语这个专业，哎，确实是这是中文，哎。这个中文呢，不是现在一说中文好像就是汉语，这是不准确的，哎，这是我们这个中国的语言。下边呢，我们就开始今天我们主要任务是什么呢？把所有的字母都读会，就是把一些发音方法掌握住，要读得准确，这就是第1课的任务。这个藏文呢，字母有30个，这30个呢全部都是辅音字母，它的元音呢不是字母，元音是4个符号，所以它不叫字母，所以它字母就是30个，就是这个第1页，咱们再翻开第1页。这个字母的发音呢基本上都非常好发，
可能有个别的不太好发，咱们那个下点功夫也没问题。第一步，咱们就先学这个30个字母的发音。字母的后边那就是汉语拼音，你自己都能这个很准确的拼出来。汉语拼音的最后啊有一个 F， 咱们看一下啊。第二个后边也是 F， 第三个后边是一个 V， 第四个是个 V。这个呀 F 跟 V 呢不是字母，是一个声调符号。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说这个藏文是有声调的，是有4声的。F 呢就代表1声，高平声。你看它这有一横道平声，哎，这个 F 就代表平调。如果写准确一点是高平调，因为它这个平调啊，它的调门是分5个等级，分这么5个等次。高平调是在最高点平的发声，这是高平调。V 叫这个低声调，低声调也可以简单的就叫成声调。这个是相当于那个汉语的什么呢？2声。这个是相当于1声，这个 V 相当于2声。2声是从最低点呢发到这个第2级，哎，从最低点往上调，就是咱们平常说的2声，哎。顺便我们在这儿把这个4声就介绍完。用 W 表示第三声，叫做什么呢？叫升降调。升降调。用这个 H 表示4声，叫做降调，或者是叫高降调。这个先说这个第4声，第4声降调呢，你一看这 H 它就是从高降到低，哎，从高降到低。这个在这儿呢就相当于从高吧降到大概2的这个位置，从高处降到2的位置，就是咱们那个第4声去声。这1、2、4声，这都跟汉语那个发声非常就是一样，所以这个呢都不用学就会了。这个3声呢跟汉语有点区别，我们的汉语是先高中间低后边高，这是汉语的3声。这个藏文的3声呢是先低中间高后边低，就是中国这个汉语的3声是挖下去，藏语的3声是拱起来。说拱起来这音我们没发过，我们发的多了，你就是平常没注意。你比如说我说你这个听听，这个是这么个意思，明白了吧？你说哦，我明白了，这个哦就是中间拱起来。你比如说你喊人这就是中间拱起来，你就用这个来找这个3声的那个感觉，就是3声。藏文的3声就是这样发，你看它这个 W 啊是中间拱起来，哎，这是3声。你说你喊人你就这么发，哎，如果你要是还掌握不准，你就用那个这是比较慢的，哎，但是呢非常准确，你中间就拱起来了，你就找到那感觉了。你读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音怎么读了。比如说这个扛是雪，下大雪的雪，哎。发音怎么发呢？是扛，平常说的那个快了呢，就跟喊扛就完了。如果你要是找不到感觉呢，你就扛，哎，你就这么过渡一下，哎，这是藏文的3声，你就掌握了。这是声调跟它的表示。行了，有了这点知识呢，咱们第1页这些音就已经都能这个读了，知道它什么意思了。这个30个辅音字母啊。只有1、2声，3、4声是在其他时候那个音发生变化的时候才出现的。这个里只有1、2声，而且它这1、2声呢，你看是有规律的。前5行呢，前2个都是1声，后2个都是2声。最后2行半呢是最后4个是1声，前6个都是2声。哎，你看一下它有这么个规律。下边呢，咱们就来学它的发声。这个我读，你们就开始跟着读啊。第一个字母念嘎，哎，汉语拼音非常这个好读。第二个咔，
咔。第三个跟它的读音完全相同，只是变成二声。注意啊，卡。第四个，这个呢，前边的声母是这个国际音标是怎么写？这儿有一个这，就是 n 这个齿往下拉啊。这个我这不是学英文的这个啊，就是国际音标里头就是这个在汉语拼音里头也有，就是在那那个后边那一半你发这个一定会发它是个鼻音这是声母，然后韵母呢是啊。注意这个辅音字母啊本来是发不出声来的，你比如说第一个呀本来不应该带啊，只发那个个，第二个是克，这是辅音字母，但是这样读非常费劲，发不出来，所以所有的字母呢它都给加了一个元音，加了一个啊，这是这个就变成了这个辅音字母的名字，就是所有的这个辅音字母都给加一个元音啊。这个本来是这个字母的发音，给它加一个元音字母啊，注意啊然后跟啊拼起来你要我看发现大家已经都发出来了，如果你要是发不出来，你就先你可以去的先先然后呢发啊这个回头呢下去你要是怕发的不准呢，你也可以让我听或者让同学听，把这个呢掌握住。这个呢就是所有30个字母里头最难发的一个，除了它就没有难点了。就是先这个字母是一个意思，这就是一个单词。谁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我说我执人我法我，什么我爱我慢我痴，就是就是我们这个整个学佛教就是为了破除这个这个是个最难发的音你可以先把这个突破了，行了，后边这个一帆风顺了。咱们先把后边统一遍啊，回来再来这个攻它。看第2行，加这个后边这个外你就当成一来发，这个后边这个声母是这样嘛，这个外你就当成一来发，就是你跟啊拼起来，听着别扭一点，但是它的音好发，这个音好发，这个好发。下边更没有难的了，下边你自己都可以读出来。看第3行啊，大没有障碍了。下边啊，第5行，这5行呢是有这个共同规律的，4、5、20个。这个发音没有任何这个就是费劲的地方啊。下边这2行半呢跟上边规律不一样，是6个2声，4个这个1声。咱们读啊，
呀ra啦虾撒哈30个字母全部就读完了。所以最难读的就是那个我，就是那个哎，你先这个就用鼻子这是一个最是难点。那个呢是不好听，但是它好读，这个好读。你看它发音这个很好发的。下边呢，我给说一下这个对了，翻过来第2页，咱们把里头这几个字母里头有意思的，就是这个字母本身就是一个字儿，就是一个单词的，这个把它熟悉一下。第2页咱们看咔，这个字母就是嘴，就是口，咔，看第2页啊。第2个拿就是我，这是咱们要这个破除的重点。第3个是掐，你看是一双一对，就是那个它那个掐写起来就是一对那个圆球，是吧？也好记，就一对掐。第4个是卡就是茶，就是这个什么奶茶呀，什么就是这个茶。第5个娘，你看那个娘就像一条鱼它就是鱼的意思。它这个你可以自己找很多这个小窍门去记这些单词的意思跟它的发音。第6个塔就是现在，就是我们现在正在上课这个现在。第7个拿是病疼，第8个擦也是疼，但是这个是刺疼，就是这个分的这个很详细啊。第9个撒，这也是很重要的，谁也离不开的，这是吃，这个字也经常用。第10个牙单个的，你这掐不是双吗？你看跟它平的掐是双，这牙就是单。山羊，它这个藏族牛羊种类很多，所以它这个就什么羊一个词儿，它那个分得很细。这个你看这个要是力倒过来就跟羊低叫似的，这是山羊。第12个拉，这是山，并且是有路的山。你看这个拉也好像跟有路的山似的，你就这个自己平常就这么去联想去。第13个虾是肉。第14个撒是地水火风四大这个地水火风的地就是这个就是撒。这个像这个我们实地的地也就是这个撒，瑜伽师地这个地也就是撒，也当这个地上的土讲。下边这个第3页呢就是它的写法呢咱们介绍2套。一套是什么呢？书上这种体叫做印刷体，就好像咱们汉字有印刷体有手写体，这个书上这种呢叫印刷体。这个咱们呢介绍了印刷体，咱们再介绍一下手写体。因为印刷体比较正规，写起来那个要求笔画比较多，比较啰嗦，咱们介绍一种比较简单的手写体。还有一种手写体，就是藏人自己的那种手写体，就好像我们汉字的这个草书一样，那个变化比较大，那个你还得跟这个字母还得对起来那个认一下。这个我介绍的这种手写体呢，就是手写的印刷体，就是比较简单的印刷体，写起来也很像印刷体，也很这个漂亮。现在咱们介绍一下写法。第一个嘎的这个写法我先介绍一下这个藏族写的这个笔。藏族人的笔是什么笔呢？
他把竹子呀削成一个小竹片，把那个头呢，把它这个给那个弄毛了，然后蘸着墨汁儿，叫竹笔。所以你看他写的这个字啊，他那个竹笔啊是在手里是竖着拿着的，就是一画横是宽的，一往下是细的。他那个竹笔竹板不是竹板是这样的，哎，他是这样来写字的，所以你就能够理解他这个风格，而且他这个写起来很漂亮的。藏文有书法比赛啊，有这个讲究书法的，这也是跟我们汉字很相像的。他们有书法，你看那个班禅呐，什么这个达赖啊，他们写出来的一种那个，他们那字体非常多。他们有一种那个就是那叫就是专门班禅达赖什么这种高层人士啊用的专门的字体，非常漂亮，跟画画似的。哎，然后有一般人写的。然后那个语言里头也很复杂，有这个高层用的敬语比较多的文雅语，哎，也有一般的语，这个是跟很多地方这个跟汉语很相像的。先写这个第一个字嘎，我先介绍它的这个印刷体的写法。它的印刷体叫什么？叫有头字。它的那个每个字啊都有一个齐头，都有一个，就每一个字都有一个齐头，都有一个小横杠。你看那个嘎呀，它就是先写一个横杠。然后这个第二笔呢是从这儿往上挑，第二笔是从这儿往上挑，第三笔呢是从上往下甩。他那个主笔呀很有劲儿的，所以你得把他那个风采写出来，把他那个韵味写出来。第一笔是往上提，第二笔是往下甩，第三笔呢是往这个下甩，往下甩他一般那个笔呢先是稍写一个小弯，然后再甩下来，很精神写出来那个字。哎，这是嘎。然后我再介绍这个，就是我们平常写的一个比较简单的，就是什么呢？那你就是一个横杠，哎，就不要这个就按照他的笔顺从这再去挑什么写出来，反而这个不是精神是很精神，但是你一甩呢就不容易甩的那个很那个准确了就，咱们稍微停一下啊，说好接着来啊，这是嘎的写法。下边写咔，一开始的这几个字啊，这个它的这个写法它影响到后边的，所以你注意看啊，每个字都是先写一个横，所以咔也是写一个横。然后看左边这一竖怎么写，左边这一竖注意它那个竹片啊也是这个头先来一个小斜头，然后再甩下来，哎。他拿那个手里头那个小竹片那个不长的拿着，哎，歘一甩，很精神的。这是第二笔。第三笔呢，还是往这边斜着甩，往这边斜着甩。第四笔往上斜着甩，我这是有点夸张了啊，往上斜着甩。最后一笔就跟那一笔似的，从这儿呢稍微有一点小弯甩下来，哎，这是他的这个笔势，咔，哎。再写一遍啊，小短横，往这儿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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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我这是比较夸张，你写的时候呢，这些都不要甩出来，哎，就是这个咔。然后如果我们这个就是平常手写呢，就这个就简化不了了，这个就是得这几下，这个就简化不了了啊。另外介绍一下，这个藏文字母写的时候啊，它是暗含的一个格，就是什么呢？是在个两个格上下两个格里头写，上下两个格写一个字母。比如说这嘎是这几笔都是在上边这个格，下一笔拉长占下边这个格。咔也是上边这一笔拉成两个格，上边这个是占一个格的。这个藏文是这样的，就是上下两个格是一个长方形的。下边再写第三个字母卡。这个卡呢跟它正好方向相反，这个写的时候还是先写一个横，然后呢这边这个呢就跟这个完全一样了，先往左甩，再往右甩，然后再往下甩，它不是正下方，是往右边这样甩的啊。这个跟那个嘎的那个这一笔是一样的，主笔甩下来，哎，这就成了卡，哎。他这个我们平常手写体的写法呢，也偷不了多少懒，基本上也是这几笔，哎，就这样写，基本上这几笔，卡。
然后这个读音上的这个难点啊，就是啊。这个啊呢难读，但是好写。会写这个来啊，基本上都会写了，一横这边一甩，这边一甩就完了。这个啊呢，只占这个一个格，只占上边一个格。哎，啊是这样写的。这个卡也是占两格。哎，大家看啊，这个大概后边啊占一格的这个字啊，可能就很少了，可能还有8是占一格啊。基本上就是一个8跟一个啊是占一格，其他的基本上都是占两格。这是啊，仨的写法呢，还是先写一横，然后呢，注意啊，这儿呢先写出一小撇来。这个有的人呢愿意写的长一点，然后呢，这么个味道。跟茶壶似的，一个大肚，这一个嘴儿撅起来，哎，它连着不连着？这儿没连住，留不留口？这是它这个不严格，无所谓，就是啊，像什么？哦，对，你自己这个有连不连，它不严格规定，无所谓。哎，就是这样。这个的那个一般的手写的时候呢，就可以稍微偷一个栏，这个2笔就可以用1笔了，就不用2笔，就是因为这个呀，他愿意拉，好像觉得拽一点好看一点，其实不必拉这么长。这一来呢，哎，这一下，这个可以拉长一点，夹就出来了。掐写起来呢，注意这些啊都是两格啊，这个都是两格。上边我这写的短了，上边占一格，下边占一格。掐也是两格，看掐的写法，你们可以看着书上啊，每个都是先写一横，然后一短竖，然后这个还是一长竖，然后这笔呢是手这样回过来，然后这样回过来。它是两边来圆这个画两个圆，这是它的正式写法。先写一横，再写一竖，这边画个圆，这边画个圆，这是它的正式写法。掐，哎，这个如果我们手写的时候呢，这个就可以偷懒了，这个就可以什么呢？先写一横，一笔就下来了，画一个跟苹果似的，一笔就下来了，一笔俩圆就出来了。这就可以。我给你们发的那张纸啊，就是你们可以做字帖。这是那个韩老抄的经，他这个字很漂亮，而且呢写那个手写体啊写的很又漂亮又省事儿。你们就可以找着在这张纸上可以找到绝大部分字母，就是有3个不常用的字母找不到，剩下字母都有，你就可以抄这些呢就可以把这些笔法呀都练习了。就照他这个又简单是写的这个又漂亮，这是掐，然后卡比较好写，跟写这个啊呀相似，哎，一横两横，然后呢，注意左边这一竖啊，它这个主笔啊写的时候一般都不是直上直下的，左边的就有点偏左。就有点，它那个因为手嘛带有弧线型的，左边的偏左，然后这样的呢，它就往上走，哎，它一般都是这样来那个，哎，有这么一个趋势，卡，哎，这比较好写，卡就是喝茶的茶的意思，娘如果按照它的这个正式写法呢，也是比较啰嗦。你看，它是先写一短横，然后这边画半圆，然后这边呢下来一小点儿，这是第一个，然后这边再画一个半圆，然后这边呢，这是它的正式写法。你看写了几笔啊？1、2、3、4、5笔，先写一短横，这边画一个半圆，这下来一小点儿，再画一个半圆，哎。所以他这个印刷体啊是5笔写下来的，你们要是回头按韩老那个练习的时候就省事了。上边画一个半圆，
下边再往一个半圆，哎就行了，哎样子也出来了。他这个呀就是要求的比较正规啊，这个有头都得画一个短横平线，然后这样来写。这是写字要是像写书法一样写的要比较美观呐，用这个顺序。咱们平常写呢就不必写的这么漂亮。这是娘，然后呢搭比较这个比那个还像，大家注意看啊，一横没问题，一竖啊往右偏，一竖往右偏，这个往左来搭，哎，这个你要是把它这个趋势掌握好了呀，那很漂亮的写出来。这个呢也是你可以省事儿，到写的时候你就可以，哎一笔就下来了，就不必这个甩了就，搭它好像注意，好像稍微那个复杂一点，你看清楚就行。还是先写一横，然后这个呢是一个就是一笔这么一个好像半圆这样过来，这个呢要甩，这儿往这边甩，这儿往这边甩，这个往右边甩，哎，它是这样写的，一横半圆，往这边甩，往这边甩，往这边甩。这是塔，这个写的时候就没有偷不了懒了，就只能这么写了。塔，然后那个塔，这是一声，下边一个是塔是二声，塔呢是先写一短横，两笔往左甩，往右甩。这个塔跟前边那个拿的区别，仅仅是一个尾巴长，一个尾巴短，或者是说这个是占两格的。那个拿呢是占一格的，它俩的区别仅是这个，所以写的时候呢，注意这个塔一定要甩尾巴长，那个拿呢要尾巴短。但是在这个实际藏人写这个印刷体的时候啊，有一些拿呀，他写的那个就尾巴长。为什么他敢把那个拿写的尾巴长呢？因为在这个单词里头啊，它一定是拿，它是那个他就这个没有这样的单词，或者是说读不通，或者是怎么的，就不会误会。有时候他这个写的潇洒了呀，拿也是，所以你读经的时候看，有时候你看到怎么这个这么长啊，它有可能是拿。那个有时候他就在不会误会的情况下，有时候他也甩出来，因为甩出来比较潇洒。那个藏文是看起来是很那个精神很舒服的。这是他拿的印刷体写起来呢也是啰嗦一些。先写一横，然后呢写一小竖，然后呢这样甩一下，这样甩一下，这是它的这个正式的写法。再来一遍啊，一横一小竖，这样甩一下，这样甩一下，哎，这是这个正式的写法。如果要是这个用手写体写的比较偷懒呢，就好像写这个中国字的可似的，哎。但是注意，这个不要去挑这个勾去，这个是要往这条线从一开始到最后，这基本上是一个往右边甩的，写出来也很漂亮，哎，也很漂亮，往右边甩。这是拿，这个发音都很好发的。八，一短横，这边甩，然后注意啊。这一竖写的时候，这里留一个口，你为了保险呢，这短横可以写这个短一点，一短横，哎呦，这样，哎，这就是八。这个八呢是占一个格，占上边这个格，所以到现在呢，只有这个拿跟这个八是占上边这个半个格的，剩下的所有的字母都是占两个格的。八，然后是啪，这个啪呢跟写八呢。完全就是前边完全一样，写完了之后呢，这个地方就是画一个小斜杠，这就代表是啪，这个就读八，这个就读啪，一个是不送气，一个是送气的，一个是浊音，一个清音。啪也是一个吧？啊，啪也是一个吧？啪跟爬，还有八啪爬，这三个都是一个吧？对，你说这个样子是吧？不，站格呀。哦，爬，我想一下啊，爬，
对对对，八啪啪，八啪啪啊，现在是有4个，哎，占一格的，对对对。爬呢跟这个写法也是很相似，只是把这个口呢封起来，哎，只是把口封起来就念爬，八啪爬，这个是3个比较好写。这个麻呢不容易写漂亮，这个麻是怎么写呢？这边跟写这个拿是一样的，一竖一个这个一个这个，就是这边多一个竖，这就念麻。马，哎，就是前拿字儿还是写拿字儿，然后这边多一竖就念麻。你注意看它这一竖的开头啊，这个地方好像多出来一块，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他写这个朱笔的时候啊，他那个为了他在那先这么摁了摁，然后再甩下来，所以在这个头上，你看有一些头他就在那儿就好像多一块，就是那个很有劲儿啊，写字在那儿哎顿一下，然后再出来，就跟咱们汉字写毛笔字似的，什么藏头什么蚕头燕尾，对，有讲究的，所以写出来字很精神。但是这个麻的如果你要是写这个比较省事的这个写法呢，还很容易写好看。你就这个就这样，哎，这个好像比那个要好写，而且比较好看。这个韩老写的漂亮，我看找一个麻，哎，韩老直接写成竖，韩老就这样写一竖啊，就是这个不写的太歪，竖下来，哎，对，他就写一竖，然后这样反而还写的还好像我觉得还比较好看，哎，麻，这就用这样的写法就可以。这是麻，然后是扎擦擦都好写了，为什么呀？前边扎擦擦这3个字母呢，就是前边的加掐卡给加一个小旗子，就是写这个加，写了之后呢，这加一个小旗子，这就念扎，就成了另一个字母。哎，这个小旗子呢，他这儿的这个就是正式的。老师教我们的时候是这样写，你看他这儿呢，好像是一般这儿比较长，这儿好像长一点，这样不好看。然后实际上这个藏族人写的时候啊，他就他是不是就是有那么一道就行了，知道是跟那个不是加，哎，知道他是扎就完了。韩老写的呢我看韩老写的是这样，韩老师，哎。这个好像比较规矩一些，哎，是这样，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能区分开跟那个加，区分开它是扎不是加就行了，就是有个小旗子。正式的写法应该是这个，就是这个，应该是这样的。这就不念加了，这就念扎。然后那个掐就是有俩小圆圈，这个一加就念擦。哎，就是前边那个说刺疼那个擦，哎，擦着了，疼了，刺疼擦。然后卡就是刚才那个卡加上这个小旗子，就念这个擦发2声，哎，擦发2声，擦，这就换了另一个字母。4、5、20前5行的最后一个字母念娃。这个娃呢，这个是个不常用的字母，哎，娃是一个不常用的字母。娃的写法呢也是一短横，这边一个半圆，这边一小竖，哎，然后这边一小竖，然后这甩出来一下，跟写啊似的。这是他的那个正式的写法，哎，一短横，这边一小竖，这一横，这一甩，这一甩，这一甩，这是他的正式写法。你在记的时候呢，也可以记成什么呢？它的主体是一个爬，爬的左半边呢多了这么一个东西，哎，右半边出了头，这样你可以记住这个娃。
瓦是在爬的基础上多这个就是多左上角右上角多了点东西，哎，这个呢不常用写的时候呢也就没有多少这个技巧了，基本上就你可以啊这一个半圆这儿也可以，或者你就是按照这个写也行，这样画一横，哎这样也行。这个字母不常用，下边这个常用，这个念霞，霞的这个就是正式的写法，也是先写一横，然后呢左边是一大半圆，左边大半圆，右边呢跟写那个拿似的，跟写那个刚才那个拿麻那个写法是一样的，哎，一短横一个大半圆，一小短横，这是它的那个就是印刷式的写法。如果要是手写体呢，我看韩老写的就特别简单，好像这个好像可以这样，哎，也绝对不会跟其他字母相混的，一个大半圆，哎，加一个圈儿。啊，再一个这个呀，还是要区分开上半个跟下半个，它这个，不找了，回头你们就按照它这个来这个练习就行了。就是这儿应该在上半个里头，这个呢出来再来下半个，霞，然后是洒呢是跟那个卡呢正好那个开口倒过来。这个像咱们下大雪的雪字底下那个也好写，两横就写两横，然后呢第三横呢还是这样甩，这一横还是这样甩，它这个主笔啊写的时候都有这个手腕就这么一甩，它自然有一个弧线，这就念洒。啊的正式写法是一短横，左边一个右，哎，这就是啊，这是它的这个正式的写法。正式的写法呢，咱们都了解一下它的写的笔顺，什么看印刷体的时候，有时候认字母啊，这是哪个字母啊？你可以根据它的写法呢，你可以认出来。我们写的时候，我看韩老师写的也很漂亮，也很简单。它就是什么呢？画一个半圆，再来一个也行。哎，这就牙也是常用的。牙的写法呢，你看啊，小主笔先写一个短横，你看它这没有短横的地方啊，它也要有这个，就是有一个齐头的感觉，一个短横，然后呢是这么一个，就是这么一个弯儿，然后又一小短横，画一竖下来，然后呢这地方一小撇，然后呢一大竖，这是它的正式写法，哎。它这有头字嘛，前头都这个头都要齐，所以它就这样写。先揉一个头，这样一个，然后再揉一个头一竖，然后这一撇，然后这一甩，哎，这是牙。要是这个手写简单一点呢，就是这画一个半圆，就这样，哎，画一半圆，哎，反正这基本上就简化了。ရာ比较好写，跟工人的工字似的，一横一竖，哎，这个呢，本来这个ရာ呀，这又是一个占半个格的啊，就是占上半个格的。ရာ本来应该是占上半个格，应该这样写的，但是由于没有跟它相似的字母，所以那个你在这个佛经里头看呐，经常那个ရာ的那个尾巴呀甩得非常长，哎，因为它不会跟别的字母混淆。实际上呢，它就是占一个格的，这又是一个占一个格的。拉，刚才写过这个这个写拉就好写了，一短横一竖，一个比那个就是多一个竖，就好像比拿多一个竖念那个麻似的，哎，这个就是那个再加一竖就成了拉。短横这个，哎，这就是拉。
如果要是那个写简单了呢，就是半圆啊，行长写的时候这都一笔下来，半圆拉下，剩下最后4个是这个平声高调的4个，撒是肉，一转横，这边一个半圆，这边一竖，这边一个这个，这边旁边一个这个跟小旗子似的。这个简化的时候呢，看来就是只能是什么呢？这一笔下来，然后这儿来一个这就是下。撒呢看着好像复杂，其实很简单，一转横，然后呢这跟那个写啊似的，这样歪一下，这样歪一下，然后这儿呢这出来一个长的，这出来一个竖，这就是撒。撒就是那个当大地水火风的地，撒。如果要是写这个简单的呢，一般人手写呢，前3笔就用1笔了，前3笔就写成这样了，然后从这再出来一笔，从这再开一笔，一般写撒这么写，前3笔就一般写撒这么写。包括那个八平常写的时候啊，也是就那个八啪那个也是经常这样，就是前3笔1笔下来，哈跟后边这个啊，这2个都是很少用的字，不常用的字，加上前边那个娃，这3个是不常用的字。哈是一横，注意它比那个搭呀多了一个弯，先写一竖，再往这边一甩，再一甩，比那个咱们前边不是有一个达吗？是这样写的，这是大。这个哈呢比它多拐一个弯，多拐一道弯，一横，多拐一个弯，哈。最后一个字呢啊，啰嗦一点，先写一转横，再写一小撇，然后跟那个加似的，这个出来这么一个东西，然后呢跟撒似的又多一个这个，一横一小撇，然后这个反正这就是为了写的好看吧。你看他这个写的比较费事啊，这个字母他就用的少，用的也许是他因为用的少，所以他就写的这个好像弄得很优美啊。简单介绍一下它的写法，具体的写法呢，你们可以参考这上边的笔顺的写法，练几遍它的印刷体，然后主要练习以后啊，你就按照这个韩老的这个上边的呀，你就抄，就是主要练习这个写的比较省事的这个，基本上啊要写的好看一点，你那样写出来到时候就跟中国人似的，到时候写字一看说你写字写的不好也不好听，这个你可以练练。这节课我们的重点呢还是在发音上，所以呢咱们再来，我看为什么再来念一遍发音，然后咱们休息一会儿啊。拿这个翻回第1页，翻回第1页啊，咱们再练一遍发音。嘎嘎嘎嘎卡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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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拿加加加加恰恰恰恰恰娘娘大大他拿
啦啦下撒哈就注意一个什么呢？这个平声啊是高平声，就是这个调要高，那个是低声调是从最低声调要低，就是注意这个区别。可以照着那个咱们发的那份磁带，可以跟着那个就是编这个教材的这个周老师啊，他读的，这个比较标准，结合上咱们学的这个，自己就是下去多读，一看到这个字母就要想起来是读什么音，不能光按着那个拼音来读。好，咱们休息一会儿。好，这个说起来就简单介绍一下这个藏语的知识啊。大家拿着这张纸啊，你看藏文的这个拼音呐，它不是像汉语拼音一样从左拼到右，它是怎么拼呢？它有一个最重要的字放在正中间，叫基字，基础的基字，然后给这个基字啊，上边也可以加字母，下边也可以加字母，前边也可以加字母，后边也可以加字母。后边加字母呢还可以加2个，所以它最大的字呢就是5个6个字母，就是一个基字上下左右都可以加字母啊，上下前后都可以加字母，它是这样一个排列。当然它加了之后呢，它有它的这个就是发音规则，后边咱们会学到，这是它这个字的。但是不管它加多少，都是发一个音，跟我们汉字一样，一个字一个音，一个字一个音。然后一个字呢跟一个字之间呢有一个小点隔开，你不会混。他写一个字，那个就要点一个小点，写一个字点一个小点，所以一个字一个字不会混。你到时候有时候会分不清什么呢？这个字是2字词呢，还是3字词呢？这个字是跟前边那个字拼一个词呢，有时候这个可能要判断一下。不过问题也不大，一般他那个单词呢都大家一熟悉，这个也好办。所以它比较好认，这个发音跟汉语相像，很好读，一个字一个音，所以它的颂字读起来啊，跟读汉语这个诗一样。你看那个藏族小孩们在那课堂上一读，就跟读那个7言诗似的，7个字，而且还押着韵，跟读汉诗是一样的，所以那个读起来也很好听。另外一个就是每一个字跟每一个字之间有一个小点，每一句话完了呀有一个竖线。你们就看这个咱们发的这个字帖啊，最前头有一个这个横着躺着的娘，然后下边还一个坡纹，这是什么呢？就是文章开头都要弄一个这个，就是这个好像一个仪式似的，开始了，然后开始写，先画一竖，开始写，写完一句画一竖，写完一句画一竖，全文完了之后画2竖，就跟那个句号似的。所以这个藏文呐，这个比较好认。这节课呢，咱们就开始啊介绍什么呢？30个辅音字母，它实际呢还有5个元音，就是我们所有的语言里头啊都有这5个元音。我们说话每发一个音呐，一定要有一个元音才能发出来。你这个元音上可以加辅音，可以不加辅音，元音才能发出来。辅音不能单独发音，辅音必须要加元音，所以以一个元音为单位为一个字。元音一共有5个，这个其他的辅音字母都是来这个往这个元音上加的。5个元音呢，就是咱们平常说的这个啊、一、乌、哎、哦，这是一般这个就是5个元音。在藏文里头呢，它这5个元音不是字母。如果要是他写这个辅音字母，比如说他写这个嘎，这个本来是念科，是发不出音来的。如果这个嘎什么都不加，它本身你就给它加上啊，这样呢，这个啊呢就没有符号了。就是说，所有的辅音只要什么都不加，你就主动的给它加一个啊，所以这个啊的这个元音呢，它根本就没有任何表示。这就那个咱们读到的那个啊跟啊呢，那都成了辅音字母，那不是元音了。所以它的元音啊是没有任何表示的。只要这个辅音字母不加任何东西，这就表示它的元音是啊，这是啊，这样的省了一个符号。这4个有符号，一的符号怎么呢？你比如说嘎，
还用嘎做例子啊，一在嘎上边加一个这个符号，加一个这个符号，这个符号就代表一。那这个字母怎么读呢？就是这个 k 跟一拼起来 k， 这就代表它的元音是用符号表示，不用字母表示，所以它是30个字母，然后有4个元音符号。这个一呢是用这样的符号表示，然后这个乌呢是用这个符号表示，在下边发的音比较低，一发的音比较高，在上边低，咕啊，我刚才这儿标错了啊，不是科是歌，对，歌一低，低咕，咕，这个呢发乌，你看这个也有点像乌，这个还比较好记哈，乌，在下边。哎呢用这个比较简单，用这个，就一个斜道，该，就是用辅音跟元音一拼，该，这就等于是歌，该，是一声。它的声啊是由这个字母本身带着的，声是字母本身，我这个永远是一声，这个嘎永远是一声。窝呢是这个跟一个小燕子似的，这是窝。如果它跟歌拼起来就是锅，歌窝锅，歌锅。所以这样的话呢，说起来它是有4个元音的这个元音符号吧，实际上是5个，它什么都不标示啊一乌爱喔，乌爱喔，它是5个这个。然后呢，咱们现在翻到第7页，咱们看那个，他给这个元音符号啊起了个名字，我们现在呢要记住这个名字的发音，记住这名字，我到时候说这个名字你就知道说的是哪个符号。咱们看这个表里头啊，第一个符号是那个一，就是那样符号。这个呢，注意咱们现在练习了啊，咱们看它怎么这个符号念什么，它念这个 k 固，咱们来拼一下啊，卡是科，那个上边是一，科一 k， 它是2声 k， 后边那个还是卡跟乌拼起来哭，是哭 k 哭，但是呢它这个哭啊，如果这个送气的音呐，如果是在一个词的第2音节的话，发送气很费劲儿，它就不送气了，就变成那个就是轻音变成浊音，就变成咕，就那 k 就发成了歌，就不送气了，就省事了。本来是 k 哭，就变成 k 咕，k 咕就是这个元音符号的名字。我要是说嘎 k 咕 d， 就是嘎加上 k 咕，就是加上一，就歌一 d， 嘎 k 咕 d。藏族同胞们学这个读课文的时候啊，就是这样来读的。老师上来什么都不讲，上来就是嘎 k 咕 d 啊，嘎 k 咕 d， 卡 k 咕 d 啊，就这么读，这是你看那个后边那个汉语拼音啊 ，k， 然后那个 v 是2声 k， 勾咕 f 是1声 k 咕，你自己都能拼出来。第二个呀，注意啊，第二个我先读一下啊，第二个那个乌叫什么呢？叫写不就啊，这个霞这个呀，我现在就不介绍这个，因为这些发音规则呀，到后边咱们都要很详细的讲，这就光让大家熟悉一下的发音。这个乌就叫做写不就，这个第3行那个啊叫枕抱，有人说下边这个不是读整吗？整抱吗？它这个是整，但是呢，它这个人们习惯都读就是读枕抱，
这个有时候不讲理，就好像说那个字典上那个字是那样这个标的音，怎么这个人们都这么念啊？他就是到最后啊，念的怎么办？念的那个字典都得按照那个老百姓念的法改，他就是这样，他念的时候就是枕抱，最后一个哪若，这个你自己可以用那个拼音拼出来，哪若日哪若，哪若，他这个哪若后边那个本来是平声哪若，结果他这个平常人们说话的时候啊，就比较哪若，就好像有点降调的那意思似的，这就是那个人们平常说话就形成那么一个习惯。下边咱们再来练习一遍啊，看那表第一个啊，开固，写不就，枕抱，哪若，这是4个元音字母。下边咱们就有用了，下边咱们翻过来第2页，咱们练习这个辅音跟元音结合起来怎么读。这是第3页，我们来看啊，现在咱们就练习开始读啊。第2题那个看那字母啊，啪，撒，第2行是跟那个一拼起来啊，它这个啊跟一拼起来之后，啊就不发音了，直接就光发那个元音的音，所以直接读一。第2个啊，皮，西，这是 S 跟它拼起来。下边第3行是跟乌拼，乌，扑，苏，下边一个是拍，塞，最后一个是注意这个呀，不要把它发成凹，也不要发成欧，要发这个如果说我就那个窝呢，也不要声母，要那个韵母，就是那个不要声母，光要后边那个咱也不要发欧，你就最后多了一个乌，光发那个咱们来发啊，索。下边那个传统拼读法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藏族同胞来学藏文的时候就这样来读，咱们呢也学一学，这个不作为重点，但是呢每次咱们都读一读，这是一个训练。下边你看藏族学这个读这个批的时候他怎么读啊？他是帕克古批，他先读这个基字，再读这个元音字母的名字，然后把它俩拼起来。你要按我们汉人的习惯，这个是应该是读什么呢？破一批，是吧？这是我们汉人的那个直接读它的读音。他现在都不是直接读音，第一个是读它跟啊拼起来的那个音，第2个是读那个一的名字，然后呢拼出来，这是他的习惯。咱们再来啊，帕克古批，帕写不就扑，帕写不就扑，帕枕抱拍，帕枕抱拍，帕哪若破，帕哪若破，帕克古皮，帕写不就扑，帕写不就扑，帕枕抱拍，帕枕抱拍，帕哪若破。下边呢就是咱们的任务了，要读会正确的发音，然后呢还要多读。这个我的意见呢，我的经验就是什么呀？要多读，
这个记这个单词的意思啊，这个我觉得在一开始还是次要的，一开始最主要的就是要把音读准，把音读准的方法就是什么呢？多读到什么程度呢？基本上就是你不用那个拼音，你一看就能读出来。哎，这个呢，你多读啊，如果这个印象比较就反应比较快，印象比较深刻呀，对学后边的课程就方便了。如果你在这儿读的少，你到时候还得反应一下，你再加上后边的课程，越攒越多，到最后你脑子就反应不过来了。所以呢，我们记住啊，唯一的就是说要想学好，就是2个字，就是多读。下边咱们来读它的发音，注意啊，科哎，科，这是它，可，听见。第3个注意啊，努，n 跟 u 拼起来，努，这个音不好听，这个字的意思也不好听，就是哭啊，努。这个呢，你记住30个字母就是这个啊，这个不太好发一点，哎，先发然后再发啊的音，把跟啊拼起来，啊，努，哎，这是哭。第4个，秋，水，地水火风，现在我们已经学了2个了，地是撒，水是秋，哎，是撒秋美龙，马上后边活立刻就有了，咱们接着学了再来连起来啊。第5个是，注意啊，鸟，鸟，买东西的买。第6个，拖，小单子册子。第7个，抬，哎，那个就是咱们佛经经常用比如何，就那个抬。第8个，扑，哎，这是这个球里头的气儿，跑气儿了，扑，哎，那个声音扑。第9个，仆，男孩子，哎，男孩子。第10个，迷，就是人，哎，这个人呢，他还经常就是用作比作别人，说人哈，人家是别人，哎，主要意思是人。第11个，美，这就是火，地水火，现在学了3个了，撒是地，秋是水，美是火，然后还有一个地水火风，风呢它这没有，风是龙，撒秋美龙，地水火风4大都有了，看。啊？秋还是秋？秋木发乌，秋。其实像这个秋这类的字啊，汉语拼音都能拼起来，但是汉语从来不这样拼，哎，但是它就这样拼。其实你用汉语拼音很准确能拼出来，七乌秋，哎，秋，撒秋美龙，哎，下边酸奶来了啊，这个藏族肯定酸奶特别多。小，哎，西跟 o 拼起来，西 o 小，汉语拼音都有这个音，哎，就是咱们从来不拼起来过，小，哎，吃是所，有同学可能记得第一课不是说啥是吃吗？这怎么所是吃啊？机字一样，加一个元音，那个啥是现在时，这个是命令时。哎，这个藏语的单词呢有4个时态，
叫过去时、现在时、未来时，还一个命令时，四个时态。这就是这个吃啊，有这个就请别人吃就索，自己吃就撒，再看第14个，ri，第14个对啊，ri，日跟一拼起来 ri， 这是山，这是最普通的山，比那个拉呀要普通一些。那个拉是专指有路的山，下边一个注意啊，罗，什么什么年，你多大了，多少岁，都是这个罗。第16个西，那个虾是肉，这肉上边加一个刀子就死了，西是死，生老病死，就是生老病息了就，西。第17个苏，就是谁，问谁。最后一个牙齿是嗦，这个实际上你要是把这些字母的发音记住呢，自己很容易拼起来的。现在的问题就是熟练了，下边咱们就熟练，今天就结束了。翻到第11页，这个就是让你熟练什么呢？就是把所有的30个辅音字母啊，跟所有的这5个元音字母整个配合一遍。你下去回去之后啊，把所有的这个格里头都填满。怎么填满呢？你看那个第一个格是嘎给咕给咕，这是嘎跟这个辅音字母跟啊一乌哎哦5个元音字母拼一遍，下边那个咔呢也跟这5个拼一遍。你把它呢一边练，你先练习这个字的写法，练习的觉得写的比较漂亮了，你把它填进去，把那个元音符号加上，填满了之后呢，你就老读这个，这就是所有的辅音字母跟所有的元音符号的一个组合。下边呢咱们就读一遍，你把这些发音都发对了，你的这个辅音元音结合这个发音全部就解决了。咱们下去以后就多读这个表，下边咱们来读一遍啊。嘎给咕给咕卡提库开考卡提库开考牙你我加鸡就接交掐七秋切敲掐提球切敲娘你奴奶挪大地都带多他提图太托他提图太托拿你奴奶挪八比不白不啪噼噗啪噼噗拍噗啪噼噗拍噗马米母买毛炸鸡猪在做叉七粗菜错茶起粗菜错娃为无为我下西
修谢小三四数三所一五二呀一有呀日如热拉里鲁来罗下西修谢小三四数三所哈嘿呼嗨好一五二